屏东这回嘛淹水，今仔日是停班停课一日。这两日天气歹，伫咧屏东、高雄、甲台南的外海，拢总有5只货船靠沙。另外有一只外国货船，那像是伫咧高雄港的外海沉落，船顶9个缅甸籍的船员拢失踪。上新的消息，目前是有找到3个人。 虽然天气无好，不过乌鹰直升机也是一直伫咧高雄外海搜寻，要找因为敢若是拄到凯米航太沉起的坦桑尼亚籍的货轮福顺号失踪的9位缅甸籍船员。虽然因为海上无好，风险伤大，暂停搜索，但是尾后也是有好消息，有救到3个人。直至16时许，第5岸巡队接获港埔派出所员警通报，有民众带2名外籍人士至派出所报案称，其为福轮船员。 经比对出港船员名单，确认为福轮大副及厨师。海巡人员甲缅甸籍的船员抹药啊，除了这2个人，第3个人是伫咧片头角的岸边被发现，还有6个人也未找到。海巡讲，等天气还有风景较好，各地监艇将会继续找人。另外，还有5台货轮调伫咧台南到屏东附近的海边，总共有58位船员加船体拢平安，暂时是无漏油污染的风险。 警小型大型塑胶桶协助李港乡2位民众出来，强风大雨造成屏东真侪所在做大水。高树乡第4卡街所在淹水，水正窜流，救援人员甲民众救出了，先送去乡公所。枋寮乡大庄村海后路附近水未恢的小头，28号目睭金金看到水淹在厝内入去。 啊，逐年都地当讲啊，这就大淹水啦。逐年就淹嘛。那边溪顶头爆发破气，水敢若瀑布共款冲出来，水淹甲弄了，强要看袂到厝外。村长讲，互人想到2009年8八洪灾迄当阵的情形。是亮灯上班的业者，规暝拢未困的，你是赶紧来巡，估计损失恐惊要到上100万。受到凯米洪台影响，屏东县本来只敢宣布村里顶6个乡今仔日停班停课，25暗10点该宣布今仔日全县拢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